伫咧2015年造成严重死伤的八仙乐园珍宝案，官司超过10年啊。最近有进展啊，这八仙公司呢，最近是有含这个死者的家属，也有伤者家属，甚至是伤者本人达成和解。去年底呢，也甲头一笔的赔偿金2600多万拨出去啊。 发生伫10年前的八仙乐园珍宝案件，造成15人死亡，400多人受伤。消基会协助死伤者家属来拍这团体官司，向八仙乐园业者甲活动主办公司来要求赔偿。不过当时主办活动的卢中吉已经服刑期满出价，不过民事求偿因为金额真大，伊原地法院审理。最近将有出现实际的进展。八仙公司已经甲拍头一波团体官司内底，将近100人内底41人达成和解。去年底已经付头一笔的赔偿金。 最主要就是因为消基会那边大概有2个案子，现在分别在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有达成共识，所以有和解。第一波是在12月30号有拨出款项，金额是2600多万。 消基会指出，第二波团体官司正伫士林地院进行，300多名被害人内底，大约有1/3讲希望和解，结束10多年的官司。不过有的家属因为亲人伫珍宝内底死亡，一直无愿意来接受和解。这件事情带给社会是永久的一个警示。民间办活动，希望政府审慎考虑，不要再造成无故的伤害。这个悲痛永远没有办法弥补。下个礼拜1呢？ 我们在士林地方法院呢，还有100多个人呢，可能会做和解。有和解的部分就我们协助和解的，那没有和解的部分，我们继续协助他的团体诉讼，大概还要再2-3年。八仙乐园珍宝案件原本一审判决，认为八仙乐园只是场所的提供者，免负责这个赔偿的责任。案件上诉了后，高院依据消保法规定，认为经营者若是违反消费者期待，造成损害消费者权益，应该负连带赔偿的责任。对此，八仙公司强调会承担社会责任，继续推动协商，让受害者甲家属感受到实际的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